顶礼堪布啊！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关于实修的，因为就我听就是跟实修的一些师兄在一起讨论关于打坐的这个事情嘛。然后就是我听到别人讲他自己打坐的时候可以有画面，就是他当时观想的哪一尊啊，或者是有的人打坐他会看到光呀什么的，我就会有点着急，因为我在打坐冥想的时候就只是黑色的呀。对，我首先要问的就是说，我们打坐的时候是不是闭眼或者是半闭眼都是正确的呢？反正在我的打坐过程里，我也可以想象，可以观想，也会能够想象出具体的画面。但是事实上，我闭着眼睛打坐的时候，我就是看不到光呀，就一直都是黑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堪布啊，我这个操作是有问题呀，还是说不论你就是事实是黑的呀，还是你看得到光的呀，只要你能有那个境界的话，都是正确的呢？就请堪布开始，谢谢。哦，好的，我觉得你的操作没有问题，但是你关注的这个所关注的这个终点好像有问题。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禅修呢，可以闭上眼睛打坐，可以半背，可以睁大眼睛，有点那样的，直接这开着，但是不是可以啊？这是这个有只是对这个对面这样的一个前方的这样的一个打坐，或者稍微的就是以那个目光放在这个臂尖上，有这种几个方式，都是如果你其他没问题的话，这个都是正确的。但是我其中一个，我跟你说一个事情，比如说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一片黑的，对吧？你不要专注力放在这个黑呀，这样的话就像看着一个东西一样的，你不属于也怎么说很难说是你在禅修。禅修其实重点根本不在于有没有闭眼睛，有没有光，有没有黑，心有没有能够自然安住于这个一种很自在自然的状态。因为这些都是方法的，明白吗？但是呢，你有比如在那气质做的姿态的时候，而且你这个身体就是很那种这个姿态都有严格要求，而且你比较特殊的这个姿态状态的时候呢，开始会对里面的脉络和气的这个运转产生一些变化，这个的变化产生一些感觉，这是纯粹是一般来讲，一开始的时候的内容是纯粹是这它变化的自然现象。比如说，别人打到我们的头的时候，我们这边好像看到很多的这个星星的那种，有这个说法嘛啊，或者你记自己的眼睛啊，这边啊那个的时候，就是好像有一些不同的，看到不同的东西，也不能说看到，但是也不是一般的黑，明白吗？这些和这里面的精神有关系的，神经系统有关系的。我可以用现在话来讲，我们的脉络、气脉明定的脉和神经的系统是差不多是一样概念啊。所以你不要说是不是黑，但是呢，因为你黑闭上眼睛的原因不是要专注这个里面的黑啊，也不是这个里面的光啊，明白吗？那是什么呢？避开外在的散乱的世界，内心的这个妄念不要让我在外面跟着原来一样跑，减少起心动念，
心能够专注，这是禅度的重点。所以你不要紧张啊，别人有光，我没有光，也不要说我的是黑，他的是白，明白吗？当然呢，有时候呢，你就是有些观想要求的一些大作呢，你就观想阿弥陀佛或者金刚萨埵的时候，这个呢就是就像腾嘎一样，你能观想越清楚越好。但是它这有一个要求呢，你要知道它是一个明空不二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妙用，而并不是一个壁画一样摆在就是写在画在那边，或者一个那种蜡像一样，就是放在那边，不是这样。这个概念是它是智慧的一个妙用，OK。但是呢，这个观想的时候，至少你这个画面非常观想的时候，同时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你其他杂念妄想都那个时候已经消失了，或者减少了。第二个作用呢，你观想的是佛菩萨嘛，同时自然能应验佛菩萨的功德了，那就是相应了，和佛菩萨相应的状态了。所以呢，这两个没有冲突，但是它的作用的就有差别。那背上眼镜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初学者来讲的话呢，背上眼镜更容易。你明明是没有背上眼镜，看到它的动态，然后又不受它的影响，比较难。但是如果你背上眼镜的时候，还是这个你就是好像在寻找这个黑暗里的一个东西的话，那就是不对了。你是睁开眼睛都找不到，闭上眼睛怎么可能找到一个颜色啊？实际的颜色，对吧？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堪布。就是我在最开始练习的时候，就像您说的，比较为了为了减少起心动念，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出入息上。然后当我觉得我这个出入息练的差不多了，甚至可以感受到这个脉轮，就是那样的时候，我就有点开始追求，就是我想看到彩色，看到画面哈。那我就明白了，就是我懂了，那个不是重点啊。那个不是重点，那个这个脉络啊，那些感受和找到了，那就是那个时候你自然不执着。那它这个现象的话呢，它会自然会，它是你当做一个过程，明白吗？主要看那个起心动念减少，然后你的内心的因为心的本质是光明的，能够远离掉举和混成的话呢，那就它自然就是会，如果你那个时候修空性也非常容易能够相应。所以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就是还是有点着急吧，因为对，就像您说的，心是光明的嘛。然后我就想，我怎么还不光明呢？是我业障重啊，还是怎么回事？就会自我怀疑。那感恩堪布。但是我也补充一下，这个光明你不要想象成我们看到的光那种实体的光，明白吗？它那种智慧关照内外托持，六祖坛经里面这样说的。所以这种智慧呢，好像完全是一切都很透彻的，就是没有任何这种形式和外在和烦恼和细节和我们现在反复的这种有限的无法约束，没有任何限制的一种那种内心强大的一个力量的一种觉醒的一个感受。它不是用颜色可以形容，但是我们一般人就讲的时候用光明来形容而已。OK，我明白了，堪布彻底懂了，感恩堪布。好。